錄影開始，而家試下用 remote 嚇，手動360度轉，由右轉翻轉頭，慢慢轉。OK 嘅，慢慢轉就，不過都好少人咁樣玩嘅，係嘛？咁我轉一個圈先啦，睇下點樣。佢可以自動嘅，不過我依家用手動先咯。哇！我自己都頭暈，冇人咁樣玩嘅。咁啊，轉翻去正面啦，呢個正面，呢個側打側。我諗，如果譬如到時演唱會房都係咁嘅啫，已經到係嘛？最盡係咁樣係咪？咁啊，轉翻轉頭，快少少。呢個舞台啦，當轉翻右，盡啦咁樣係嘛？又轉翻舞台，對正啦。咁我出場啦。哦，唱完啦，咁我揮手講再見，我數1、2、3就 cut，睇得唔得啊？1、2、3。